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初7，旧历的8月2日礼拜三。前总统李登辉7月30去做仙，享受98岁。今仔日举行奉安礼拜。李登辉的查某孙李坤仪摸着阿公李登辉的骨父翁仔，早起的8点20分离开翠山庄，到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的特分区。总统蔡英文率领着副总统赖清德、内政部长徐国勇等人，伫五指山英灵致意。国军嘛来鸣放着3响的壮庆。就安尼，曾经来领导台湾行过12年的民主先生李登辉，将处伫五指山来安息。总统蔡英文来到亲身为前总统李登辉敬的墓园行礼致意。行三鞠躬礼，鞠躬。7月30日，李登辉伫台北荣总过身，享受98岁，早起举行奉安礼拜。李登辉上爱的查某孙仔李坤仪甲因先生赵赞凯分别捧骨父翁仔甲遗照，伫8点20分为翠山庄启程。天兵骑重机开路，护送车队前往汐止五指山。蔡总统、蔡副总统赖清德、内政部长徐国勇等陪礼人员透早就到国军示范公墓特分区去迎灵。台湾基督中龙教会穿白色长袍，领唱圣诗。李登辉查某囝李安妮忍不住七目屎。放！兵马宪兵明衫穿三军军旗，甲二队队旗嘛白乌布送李登辉最后一程。示范甲队走安息后，代表仪式圆满结束。捌领导台湾前后12年的民主先生李登辉，从此长眠五指山。